互咱请咱同齐来读。雅基的囝阿公耳的话，就是密示。这个人对以帖讲，就是对以帖甲乌甲讲，我比众人较蠢笨，也无有人会参名。我无学识智慧，也无毋捌至圣者的财物。是水上天搁落来，是水自执风伫手中心，是水包水伫衫内，是水定着地的四极。伊的名叫啥物？伊的囝名叫啥物？你知吗？上帝的话，逐句拢是过断连的。既然我靠伊的，伊就做因的顶牌。伊的话，你毋通加添，行了伊责备你就显明是讲白贼的。我求你两件事，伫我未死的代生，毋通无互我，求你互伊个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丧养，也无好业，用所得着用的美妙，互我食。行了我巴掌毋捌你，讲耶和华是一罪。搁行了我丧养着头体，直到识到我的上帝的名，毋通对主人来讲伊的奴仆歹话。行了伊咒诅你就算做有罪。有一派的人咒诅伊的老爸，也无甲伊的老母祝福。有一派的人家己看做清气，总是无洗一除伊的污秽。有一派的人目睭头真在悬，目睭皮也天悬悬。有一派的人，伊的牙亲像剑，齿亲像刀，要吞灭地面上困苦的人，甲世间的丧养人。五期有两个查某囝，常常讲互我，有三项无知足的。连迄个无讲教业的有四项，就是淫妇甲未怀孕的石胎，无教业水的地，甲无讲教业的火。迄人老爸看起毋听趁老母的话，即户人的目睭要互山谷中的乌鸦摕出来。互因影囝所食，我所出的奇妙有三项，连我所毋知的有四项，就是鹰鸟伫空中的路，蛇伫石盘顶的路，船伫海中的路，男甲女交合的路。淫妇的路也是安尼，伊食了。切伊的喙就讲，我无惊歹，为着三项地摇出，连担当袂起的有四项，就是奴仆做王人食教业，无人会内女子出嫁，女婢煞接主母，内面上有四项，美色的面总是特知性。狗血是无力的种类，总是伫夏天的时阵比万美妙。沙番是软弱的种类，总是伫石盘中起厝。草莓无君王，总是拢会分队出去。善人用手甜，总是踮伫王宫。步行威风的有三项，连行踏威风的有四项。狮就是野兽中第一名的，
无为着别面来闪避，六到甲港的山羊，以及无人对敌的公狼，你若自高戆戆做，也是存歹念头，就用手含喙，拍牛奶的正年羊，拍着偏的出血，亲像安尼。结受去会起三钱。以上是咱今日的圣经节，咱下面的时间来将下面的时间交予咱的曾牧师啊，伊今日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你真的认捌上主吗？咱欢迎咱的曾牧师。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即时伫遮要三个学习，阮是毋是真正认捌你？看你会当互阮。对今仔日你的话的顶面，三较伫遮学习，看你会当伫阮的生命中，因为认捌你，晓悟伫你的真理中，行踏伫你的真理中，来领受你我大的福分，特别伫阮台湾即个岛屿，阮所需要的，来通过阮伫遮对你的认捌，更加会当互福音报传伫即世代。主，看你会当搁再一摆，互阮伫遮更加来认捌你，晓悟你。咱要对你的话开始大声学习，会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大家平安。咱今日新安讲的主题是：你真正认捌上帝吗？你真的认识上主吗？伊牧师咧准备这篇的讲章的时，就感觉真扎心吼。为什么？伊牧师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阿公、我的老爸。拢是牧师，基督教的信仰对于我的家族来讲，已经超过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总是我对这个信仰，是毋是军队的时间伫遐咧成长，是毋是有更加亲密、更加充分的认捌的？这是我做牧师的，必须搁再好好面对的一个问题。兄弟姊妹，这同款也是身为基督徒的你。必须诚实面对的问题，你真正认捌上帝吗？刚才有人会讲，我每一个礼拜拢伫遮咧参加这个主日礼拜，我伫厝内要读圣经、祈祷、吟诗、学乐，怎样会无认捌上帝呢？兄弟姊妹，咱真正认捌上帝吗？先知何西阿伊安尼讲，咱就认捌耶和华。出力进前来捌伊，伊稳当出现，亲像天光早一光。伊要临到咱，亲像雨，也亲像春天的雨，润泽土地。先知的意思是讲，咱对上帝认捌，袂当亲像这个半通西，只是浅薄的认捌，因迄是无够个，只有不断追求更较多的认捌，才会当。食着上帝主恩典丰盛不有的滋味，因为人的灵甲上帝的灵是安那相通的。当咱若愈多会认捌咱的上帝，咱的心灵才会愈多会满足甲充实。也就是讲，你认捌上帝偌深，你的灵就偌大偌多的把足。今日有真侪人伫即场的顶面，伫安那。期待当安怎升官加薪，愿意伫专业的顶面不断学习进修。有人为了伊家己身躯的健康，伊会用真多的时间甲金钱，伫遐咧运动锻炼伊的身躯，研究即个养生的食谱。也有人为了退休了后财务无欠缺，所以用真多心思伫遐咧研究。投资理财的财物，总是你用偌侪时间伫你的人命的锻炼甲成长咧。兄弟姊妹，刻意伫这个人命顶面的操练，更较侪认捌上帝，是基督徒必须要的生命功课。咱是毋是有注意到，当咱的年纪愈大，意志力反正会愈安怎？愈安那，愈薄弱，对无？
记忆力各方面、身躯各方面拢会愈水烂。咱知影少年的时拢有责任感，因为这个责任感，对拄着侪侪挫折、困难，也会当凭着咱坚强、坚定的意志，伫安那忍耐，甲行过去。侪侪人生的困境，就是安尼生，关关难过，关关过。总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了后，人生的责任好像拢已经完成啊。现在正是必须面对真实家己的时阵，总是咱的意志力反倒啊啦，较衰烂，较薄弱。内面迄个稳重老的我、自私的我、软弱的我，就会伫安那走出来。有真侪代志，好像真学得忍耐，想要放纵家己，活出真实的家己。兄弟姊妹，如果你即时的灵命、灵性，那是非常的低落的时，你的肉体个软弱，常常有病痛，你灵性中间迄个卑劣的性质就会走出来，因为你是控制袂掉的，你就会变做自私刻薄，是名啦，土人也的下流老人。求主帮助咱，当咱年纪若愈成长，咱的命的关顾都要愈加强，在咱克服年老的时，心生的这个困境，找到更较水、更较好的生命之春。无说相信，真侪人拢真愿意伫俗世财物顶面，不断地学习成长，为着要有能力，为着要有更较大的能力，过更较好的生活，为着要更较有智慧，会处理生活各方面的困扰，避免因为无知而受到亏损甲伤害。总是对于灵命方面的财物，真侪基督徒却真少用更较深的追求甲操练。就是讲，敢若讲真无时间去追求灵命更较深的追求甲操练。譬如讲，对伫创造主上帝的认识，人活的意义甲自我的价值观、价值感，灵魂将来要去的所在，永远活的意义，天堂甲地狱的披露等等的问题。请问咱捌用这个心思去思想无？真侪基督徒受洗了后，伊并无渴慕更较多，会想要认捌这位上帝。安尼如何有属灵的眼光来辨明这个世界的真实甲虚假呢？搁再又来享有上帝所要互咱，会讲要赐予伫咱这个丰盛、搁水、搁好的人生甲生命呢？现在求上帝帮助咱，圣神伫遐激发咱。有一颗真正热烈的心志，骄傲的灵，愿意更较多的认捌这位创造生命的源头，通互咱的灵命，因为认捌上帝愈深，而不断地充实，并咱成长。求主帮助咱立定目标，一生愿意更较多的追求认捌上帝。那你要如何认捌上帝呢？牧师对今仔日所读的箴言30章1节到9节要来分享。因为30节拄啊，30、20节真长哦，所以牧师拢要解说无啥简单，所以先用9节咱今用9节来分享。头一项就是啥物？头一项就要认捌上帝，必须透过对顶面由上对下的种启示。箴言30章第1节，伫安尼讲。雅基的囝阿哥尼的话就是灭世，这人对伊帖讲，就是对伊帖甲乌加讲。阿基这个名的意思是啥物？是顺服，个啥物？健全的意思。这位顺服健全的人，伊栽培出一粒热心追求真理，栽培一个热心追求真理的囝。就是阿哥尼，阿哥尼这个名有超多就是讲收集，甲招集，招集的意思。
伊是一位教师，欢喜收一关的上帝的圣言，也欢喜招一人来来学习。伊贴甲乌甲可能是阿哥尼的学生，所以中文其实咱今日读的白话字，伊讲灭世，其实灭世是较近即个原文的意思。中文是用真言真言旧约圣经中翻译也是讲原文就是灭世。这上帝互人先知性的即个话语，所以阿哥尼甲人讲的灭世，即对顶离下对上帝所来的启示，兄姊妹，这咱基督教甲其他宗教最大的分别。咱来知影其他的宗教，人是家己伫黑暗中伫遐敲碎，伫遐读书敲碎即个真理。所以基督教是上帝亲自人启示的真理。兄姊妹，这世间上伟大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只有一位上帝。这位上帝真疼咱，伫伊内面，人的性命极其宝贵，阁有价值甲意义的。基督教的上帝是如何人启示家己的？头前，就通过伊的手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第二项呢，是通过圣经，特别照着以色列百姓会兴起灭亡敢复国，互咱来看见一位真正真的上帝。第三是对历史顶面的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伫十字架顶完成伊的救恩，带出这个永远活的真实。兄弟姊妹，这是咱改变人的性命的，这是真理。所以基督教伊所讲究的性命，是咱更新改变的宗教。就是要这个高骨国活牢固的性命，就是个稳定，变换做有上帝性情的新的活命。咱知影今仔日侪人拢靠家己的努力，想要对科学、对哲学来敲吹认捌这位上帝，总是拢无法度得到。所以咱伫遮感谢上帝，因为是上帝亲自启示咱，互咱会当伫遮来认捌伊、晓悟伊、追求伊。这是头前咱来真清楚认捌的。第二项就是爱认捌上帝，必须谦卑追求。咱来知影骄傲的人伊真自满，然后咱像高井水鸡的眼光来看天下，掠做伊家己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捌听过人安尼讲无？人本身就是宇宙的中心，你敢知影？有这个解说无？有呢，有人咧传，有人咧讲呢。家己就是宇宙的中心，伊只有亲像阿哥尼一般的谦卑。伊不断的去修这个新的财物的人，这咱认捌上帝。所以阿哥尼只讲，我比正人较纯笨。有啥物人安尼？敢若老师个财物遮尔深的人，佫家己讲伊纯笨这真特别也无有人的聪明，比别人较无聪明我无学习智慧。也毋捌至圣爷的财物，箴言30章20到30，这是一个体会伊的心性，伫遐较无学习谦卑的态度。咱知影今仔日世界讲究的是建立自我的形象，侪人用凸显家己，展露家己的专长，做伊的荣光。咱知影侪网红即摆网红伫遐出一寡奇奇怪怪搞怪出名。所以咱伫遐看见阿哥呢，伊伫遐家己认为我比正人较纯笨，也无人会参名，并且伫这属灵方面，我也无学习智慧，也毋捌至圣者的财物。因为阿哥呢知影，当人认捌上帝的时阵，就看到家己的蠢笨、干甲软弱软正，正如先知以赛亚。伊是王室的尊贵贵族，
所以伊伫异象中的时阵啦，看见上帝宝座，伊马上就看见家己安那无清气，那啥，就马上拍败伫对你讲：我有知影啊，我灭无啊！伊我的喙是安那，最顿是无清气的人。以赛亚书6:5节。所以当咱入捌这位真正的上帝的时阵，咱才会看到家己的不配，家己的软弱甲软正。所以有一句话讲：学而后知而什么？而知什么？不足。所以人若愈安那真心研究学问，就愈发现家己安那会浅薄甲无知。也因为安尼生，阿哥呢讲伊家己伫属灵方面无学好的智慧。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即个苏格拉底，伊也捌讲过。伊讲啦，我只敢知影一件事，就是安那，我安那一无所知。伟大的哲学家都安尼讲，何况是一般人呢？兄弟姊妹，既然会当承认家己的无知，才会当谦卑超济，明白即个知识。因为呐，伊愈学习，就愈聪明，愈有智慧。如果若感觉家己那已经真聪明，家己拢捌啊，反正呢，无去追求进步，自满，就伫遐家己那限制家己。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开启家己，用谦卑的心态，上仰望、追求明白上帝智慧。这第二项，第三项。上帝直接照着自然界来启示家己。为什么阿哥呢会家己认为家己安那蠢笨无聪明呢？伫第4节的内面，伊只举咧举出几个问题。伊只讲：治水就天阁落来，治水就是风伫手中心，治水包水伫山内，治水定着地的四界。伊的名叫什么？伊的囝名叫什么？你知无？兄弟姊妹，大自然的奥妙，咱到底知影偌济呢？这阿姑对阿哥呢，伊所提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这位就是上帝。一切奥秘拢是上帝作为，处处拢有什么？拢有神力存在。伫这个中间，所以呢，咱真侪世间人拢太习惯看世间事做平常，所以自然就看袂起自然界，以及咱生命中处处拢有这个神力的存在。所以有一个犹太人毋是啊，苏联人苏联的迄个太空人伊安尼讲。伊讲我来到这个太空，总是安那看袂到上帝。我来到天空，太空，却见不到上帝。伫遮就有人回应讲：，请你脱掉你这个太空衣你把这个太空衣脱掉你安尼就会当见到上帝啊！兄弟姊妹，咱来知影，现人类生存的温度到底是偌济？咱来知影，只要超过几度，咱的身躯几度？37度，我来讲超过40度，你就安那？你就感觉热干那，受不了啊，对不？超过40度咱感觉超过40度，也毋捌哦，感谢主哦。我来讲有真侪所在捌超过40度，更较侪度阁有咱知影顶礼拜咱伫和平公会讲举行什么？平安七夜音乐会所以咱会当感谢上帝，伊互咱真好的天气，足热的但有啥物？有风这个风实在真自然若无坐伫这个布片的内面会感觉安怎？足热的，你要坐点外钟听这个音乐其实我来讲，真侪人受不了非常的热。所以兄弟姊妹，咱要感谢上帝。为咱为创造一个适合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这个地球
整个的大自然，有一位上帝伫遐保守甲看顾，咱才会当活伫遮尔啊那顺利甲美好。日光、空气、水，等等拢是人类每一工必须要，拢是上帝咧供应，所以咱才会当活伫遮尔顺利、遮尔美好。因为这拢是上帝所创造的，并不是安那多啊好来的你草拄敢得到的所以咱在求主教导咱，会晓欣赏这大自然中上帝创造的伟大工程，会晓呐，伫家己所研究的专长顶面看见上帝，来认捌上帝。这是第三项，第四项，透过上帝的话语来认捌上帝。咱知影上帝话，逐句拢是过锻炼的。既然我靠伊的，伊就做因的盾牌。伊的话，你通加添，行了伊责备你，你就显明是讲白贼的。箴言30章50到60。阿哥，你直接将上帝的话语比作锻炼的针经，是无下事的，无杂质的，是可靠的，有功效的。因为啊，出自上帝的话，无一句无带有愧力的。所以伫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伊安尼甲咱讲：既然上帝灭世的经，要你的伫教示、伫督责，互人归正，因带人学义理。咱知影圣经的作者大概有几位无？捌听过无？40几位哈。圣经的作者大概有40几位，而且写作伫无共款的时间，规本的圣经的写作时间大概有1500年左右。所以，却有一位的圣神，这位圣神伫这的作者因的思想顶面，因的写作的顶面，伫遐来灭世，因写出这本圣经。所以，直接讲，圣经拢是对上帝的话，上帝伫遐那讲话，透过人伫遐那写作出来。兄弟姊妹，有人讲圣经是啥物的？圣经是上帝予人的啥物的？你敢知？经书，圣经上帝写给世间人的情书，为什么？因为内面拢是安那咧讲出上帝怎样对咱的疼，上帝如何爱我们，上帝怎样疼咱，伫安那显明出来。因为这个圣经只有一个主题，对全能的主上帝渴望，甲伊所疼的人，永远会当安那，永远会当三角地带，永远在一起。这一本关系，上帝如何疼世间人，如何渴望甲人来恢复迄个水果好的关系。一个人如何伫冤冤洼的五梦中间，活出丰盛美好的生命价值甲意义。所以，伫遐指出人生三大问题的答案。人生有三大问题咧。头一项就是人对倒落来，人从哪里来的？人是对上帝所创造来的，这是咱真清楚。第二项讲，人将来要对倒落去，人将来要往哪里去啊？人的灵魂将来就要哪？等于上帝遐，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阵有分一口哪开，这口开你若要转去，你是不是这口开安那吐出去转去？这是真。咱伫咱的生命中会当明白的。第三项，人活伫这个世界上存在意义，伊就要享受这个疼，活出这个疼，这存在的价值甲意义。伫这个疼的中间，因为这个问题，拢是要透过圣经，精深的认识上帝，才会当找到答案。那无咧？人的心就哪像浮萍迄浮萍一样安尼，佫好像脚踏袂着实地，生命会安那伫遐感觉真虚浮甲浮伫这半空中佫真空虚，真空虚，徛袂在
这是人，这是第四项。第五项，咱在透过什么？基督的生活来认识上帝。箴言30章第7节咧讲：我求你两件事，伫我未死的代生，唔通无互我。都两件事咧。第8节咧甲咱讲：求你互虚假甲白贼离开我远远，互我无丧香也无好业，用所着用的美牛互我食。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实际的祈祷。嘿，姊妹，这个祈祷包括两件事，就是什么？就是灵命的成长，甲物质的满足。嘿，姊妹，一个人的生命若要成长，从来前都要真实的认识咱家己，坦诚面对咱家己。如果你对家己若拢无诚实，常常伫自我的中间来欺骗，假设我拢无啥问题哈，迄个无问题的存在，那你则如何会当诚实的面对人，以及了解世界的现况呢？而且无数个人强调一项吼，咱会记咱拢是啥物？咱人拢是安尼，无完全的人，是无？是不是？咱是无完全的人，所以咱伫遮咧创啥？学习完全。对什么人学习？圣经对咱的耶稣，对圣经上帝话，咱伫遮学习。所以咱伫遮，因为无完全的人，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扶持，会当互咱得到完全，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咱都要面对人甲世界，咱来了解这个世界的状况。只有做一个诚实的、可靠的人，脱离这个白贼、虚假甲罪恶，坦诚的面对家己的软正甲不足，才会当看见家己真实的欠缺。进一步会当找到这个问题，解决问题，咱的生命才会当伫遐继续成长，袂搁咱停伫迄个所在。所以求上帝赏赐互咱有够个安全感，会当勇敢面对家己生命中的软正甲不足，因为是个会疼所带出来的信心甲勇气，伫基督耶稣内面，互咱会当刚强壮大，生命更新而变化。所以当咱伫遮愈来愈认识咱的上帝，咱内心就愈有安全感。你就袂有惊吓，基础咧，伫物质方面，咱求上帝，互咱无丧香，也无好业，以免招惹招惹什么试探甲引诱。咱知物质会丰盛一种祝福，总是也是一种诱惑，因为当人的心也未向上帝天开以前。着物质伫遐天开的时，上帝就会互人，互这物质甲你克走，上帝就互物质甲你克走去，中文说把你挤走，等下咱食物件真多时，你想要食更较好食食会落去无？就食袂落去共款因为拢着遐头前的物件钱条的，这是会当了解，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将伊物质愈来愈丰盛，对咱的心灵愈来愈空虚甲丧向。所以伫遮第9节就是答案，讲行了第9节讲行了我巴足唔认你，讲摇花是治罪，佮行了我丧向就饕餮，你到亵渎我的上帝名，所以偌侪人伫上帝束缚中反正骄傲自满，掠家己做了不起，你到对咯，远离上帝，这实在值得咱伫遮警醒的所在。兄弟姊妹，伫阿哥尼的祈祷中间，咱伫遮留意到两件代志加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生追求无讲白贼，无丧香，也无好业。所以无论伫即个属灵方面，也是伫物质的方面，拢爱明白上帝的心意。一生
倚靠上帝，这是一个肯定有力的祈祷。阿哥尼会当有种有力的祈祷，是因为伊明白上帝的心意，伊伫遐所祈求的，既然合伫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一定要应答伊，答应伊。兄弟姊妹，咱的祈祷若要合伫上帝的心意，祈祷的内容是爱应跟上帝，你要伫正人的，上帝就必定要赏赐予咱。阿哥，你只要知影，只有透过，还是讲只有过着这个圣洁的生活，拢无白贼的时阵，才会当见着上帝，认捌上帝，经历上帝。正像主耶稣伫遮所甲咱讲的，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伊要看见上帝。马太福音第5章8节，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当咱认捌咱家己。我认捌上帝时，自然你就有这种的祈祷。现在姊妹，你认捌上帝，明白上帝的心意吗？19世纪，一个英国人，伊叫什么名？哦，乔治·穆勒，伊办一间孤儿院。你敢知？伊无政府伫遐拨款甲资源吼，也无安那。也无筹备款，总伊去会当饲活2000个孤儿。伫即个孤儿院的需要顶面，伊还是将倚靠上帝，倚靠上帝，因为伊相信上帝必定会供应，要经历上帝的真实。特别咱知影孤儿院吼，2000人要食饭，还是讲2000人讲孤儿院的遮个囡仔要食饭的时，若无食物的时，迄是非常的痛苦的。但拢是足奇怪，拄啊要无食物的时吼，伊就安那，其实毋是讲欠过先甲祈祷啊，时时都咧祈祷啦吼。啊，佮伫欠过时，佮迫切祈祷，伊就祈祷。第2天呢，第2天门外门口哇一大堆的食物吼，毋知啥物人送的呢？有时拢毋知啥物人送的，所以伊从来毋捌怀疑这是上帝所赏赐的。有一摆。这个报道家叫做施布珍吼，施布珍伊若咧办孤儿院啊，所以为了孤儿院的募款，对伦敦来到这个穆勒伊所徛起这个城市伫遐讲道，也伫遐募款。所以要去伦敦，要登去伦敦以前吼，伊伫祈祷的中间，上帝感动伊吼，将所募得的这个捐款吼，转手捐到这个穆勒伊所办的安那。孤儿院，这上帝啊，亲自启示伊呢，所以遵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啊，拄啊好，当时的穆勒呐，拄啊咧祈祷，伊拄啊欠偌济300英镑。祈祷欠300英镑，咱知影有时咱若欠钱，拢拄啊欠迄个孝业。我会记得我顶面捌讲过，淡薄迄阵捌牧会一个李孝忠牧师，啥咧甲伊生活拢拄啊好，人袂当破病。不过一摆囡仔吼破病需要一笔几万块的钱，无够也，毋知要安怎。囡仔伫祈祷的时安那，上帝照伊的孝业互伊呢。无人伊若毋知影到底是啥物人甲帮助。那像即个吼，即个穆勒祈祷300英镑，啊真正，即个施布珍伊说无着啦，拄啊300英镑，全拢送互伊吼。无啊，过这施布珍讲，伊转去到伦敦的时，收到一张的批，这张批内面有300磅30锭，或加1/10呢，吼。这伫遮呢看出讲，这是上帝对伊的恩典，因为肯互人特别遵照上帝所该讲的话去行，所以上帝互伊更较多。所以穆勒甲施布珍。拢真正会晓倚靠上帝，认捌上帝更较多的人，所以因虽然身处这个逆境，总是时时伫遐咧祈祷，所以上帝共款来祝福因两个人。所以咱伫遮爱求上帝帮助咱，恩待咱。所以咱今日来透过这个真实的祈祷生活，认捌上帝更较多，也更较多的经验。
上帝的真实，来领受上帝新约基础，伫咱每一位的身上。愿上帝祝福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阮今仔日阁对你的话伫遮三较实，特别对阿哥呢，伊伫遮所对你的认捌、憔悴、甲祈祷，互阮来看见阮伫即个世间上，阮的生命内，阮甲你中间的关系。主，看你当互阮过来一摆，更较精深的认捌你，晓悟伫你的真理中，憔悴行踏伫你的真理中。看见上帝你的荣光，看见上帝你伫阮生命中的作为，互阮当伫即个世间尽阮的本分，互即个福音，互更较侪人来认捌，互阮会当诚做活活的见证，引带更较侪人来归应你。主，过来一摆伫你面前，感谢你透过你的话，互阮来成就，透过大自然界，特别即摆台风，嘛即摆。伫台湾已经有将近2-3年，3年中无风台。阮相信，遮个风台也无对阮造成更较大的灾难。要保护阮台湾的百姓，阮台湾百姓当更较坚强徛在主手的手，伫阮每一位的身上。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